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一個心血管疾病治療嘅重要研究，由權威新英倫醫療雜誌刊登，叫 Improve It。大家都知，他汀類藥物即係膽固醇藥，係降 LDL 低密度脂蛋白嘅主要藥物。但好多患者就算食咗藥，壞膽固醇都係降唔到理想水平。呢個研究加多一隻新藥ezetimibe伊澤替米貝，可唔可以再降低心血管事件嘅風險？研究揾咗超過18000位啱啱發生急性冠心症嘅病人，點樣隨機分組呢？你可以睇到，研究人員將病人分咗兩組，一組只係食單一他汀類藥物，而另一組就食他汀類藥物再加埋新藥。你可以睇到呢隻新藥ezetimibe係一隻非他汀類藥物，專門阻礙腸道吸收膽固醇。兩組病人嘅平均年齡大約係64歲。開始時 LDL 係2.4單位，患有糖尿病有27%。研究跟進咗病人成6年咁長，有10%人身亡，多過一半病人未能按要求完成。合併治療組嘅病人，佢哋嘅 LDL 脂蛋白水平係顯著更低，只得1.4單位，而單用他汀組就高啲，係1.8單位。研究人員每4個月就會幫病人抽血，監測膽固醇水平。研究最核心嘅發現，主要複合終點事件率，佢哋喺心血管死亡、冠心病和非致命中風。合併治療組嘅病人，比起單用他汀組嘅病人，佢哋嘅絕對風險降低咗大約2%。大家可能會關心嘅安全性，結果顯示兩組病人冇統計上明顯分別，值得留意。不計皮膚癌，兩組均有10%新發癌症。還有呢個研究只係跟進咗急性冠心症嘅病人，並冇跟進普通嘅高膽固醇病人。呢個研究對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嚟講，降低 LDL 脂蛋白水平嘅治療目標，可以同醫生討論一下，睇下啱唔啱自己。多謝大家。